UBC News， 今日我哋會有特備節目 UBC 檔案，我哋去一去片先啦。6月30號就係中七放榜嘅日子。近年大學學位競爭越嚟越激烈，唔少中七嘅考生前路彷徨，對前景失去信心。26歲嘅高浩輝係過來人。當年高考完咗，冇人教我點樣排 J+25個 choice， 結果逼住2條 C 都只係入到開大。大學畢業完2年都係揾唔到理想工作，唉，真係好唔甘心。升學及就業輔導顧問 CCD 對中七升學有深入嘅研究。而家中七嘅學生根本唔知道市場嘅狀況，而且對自己所讀嘅嘢一無所知，又唔識排 J+，就算成績考得好，都唔能夠揾到理想嘅工。有一間非牟利機構標竿青年會喺6月6日會舉辦一個中七升學就業分享會。我哋會教你排 J+25個更有利嘅 choice、career path， 仲有真人見證分享添，所以下個禮拜日預埋你啦。分手啦！今日我同你天各一方。你有你嘅生活，我有我嘅夢。但係假如有一日，我哋喺街上偶然咁撞到，我哋會點下頭，然後已經發現原來你冇去凌風再起。凌風再起肯定要去。2010凌風特會有不同牧者一齊哈利路亞敬拜講道敬人分享，祝福你靈命特強。返教會唔讀經，盞越返越頹。讀經卡容易跟，容易讀，迅速令你成長。讀經自己都跟到。哈利路亞！唔好意思，冇讀經喎。用讀經卡啦！讀經卡讀好大劑，對靈命成長確有功效。響主日小組星期6，組員一唔成熟，唔想用劍嘅，用讀經卡就得啦。讀經卡夠晒威，讀經卡的確好使。返神討會跟我啦，多啲組員起身 call 1次又得 ，call 多幾次亦得，得咗。UBC 神討會冇得彈。今日嘅時間就去到呢度啦。最後我哋會有總是愛福來村2010嘅宣傳短片。好，聽日神討會見。你好，1年1度嘅總是愛福來村關懷行動又到啦。過去5年嘅端午時節，福來村嘅街坊都會諗起我哋，村裏面嘅大小街道都佈滿咗耶穌基督嘅足跡。多謝每一位弟兄姊妹嘅全心支持同埋無私嘅付出，走入去每家每戶裏面，關懷佢哋同埋贈送禮物，將耶穌嘅好消息話俾佢哋聽，同心合意咁樣興旺福音，叫耶穌得榮耀。再一次感謝大家嘅擺上。舊年探訪之後，更加開展唔同嘅服務，例如免費派飯同埋禮物贈送，持續關心照顧村裏面嘅長者。為咗關懷更多有需要嘅人，我哋將於6月13號舉行總是愛福來村關懷行動2010探訪日，繼續向福來村嘅居民派發愛心禮物。今年我哋繼續贈送2公斤嘅米、600毫升嘅油同埋2隻粽俾街坊，讓佢哋能夠繼續實質咁樣感受到神嘅愛，並滿足佢哋嘅需要。我哋今年期望接觸到300戶嘅家庭，
所以我哋將於6月2號至到4號喺福來村擺放免費禮物登記站，為有需要嘅家庭進行登記。因為登記家庭數目非常之多，所以我哋需要招募450位嘅弟兄姊妹成為愛心大使，代表耶穌探訪佢哋，以神嘅愛同埋實質嘅禮物去關懷同埋支持佢哋。我哋非常需要你嘅參與。2010全葵青20萬人歸主，你有信心見到嗎？你想見到呢件事因為你嘅參與而成就嗎？讓我哋一齊進入社區，為耶穌得着生命。我哋預埋你。